大暑啱啱過，唔知屏幕前各位老友有冇呢種感覺？明明日日都省食儉用，唔該使嘅1毫子都唔敢亂使，但月底睇賬單先發現銀紙不知不覺就流走晒，對住賬單睇極都睇唔明，每一筆使費睇落都合情合理，但加埋個總數睇到個心實一實，成日都舒緩唔到。又或者呢排屋企人個個脾氣都好燥，以前仲可以好好傾偈嘅事，而家講兩句就容易嘈起身。老伴隨口一句說話都可以令你心塞，成日仔女一啲唔經意嘅態度，足以令你半夜瞓唔着，翻來覆去。夜晚瞓落床，腦入面好似放大器，千頭萬緒轉個不停。明明身攰到極點，但雙眼就係合唔埋，越躺越精神，越精神越煩躁。仲有一啲老友呢排做乜都唔順，世事頻頻甩碌，出門唔記得鎖匙煮餸燒印個鑊，打電話撳錯號碼，大事明明睇落有眉目，臨尾關頭又出岔子，本應成事嘅嘢泡湯，本應見面嘅人唔見影，心口入面谷住一嚿氣，上唔到落唔到，連呢個傾訴嘅人都揾唔到，真係谷到難受。如果你中咗上面其中一樣，不妨喺公屏打個數字1，我哋今日一齊將呢件事講通透，一齊解開呢個心結。你留低數字，我就知你有認真睇，我哋之間嘅氣場就接通咗，人嘅念頭一轉，自身氣場就會跟住變，運氣自然隨之好轉。不妨試下唔使1分錢，淨係喐下手指就得。另外，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話題啱啱戳中你心事，不妨先點個免費訂閱，再繼續睇。點咗訂閱嘅老友，我哋之間嘅磁場就連通。你每一次入嚟睇我條片，都係為自己積蓄好運。每一次點訂閱，都係將福氣財氣慢慢聚埋自己身邊。好，我哋繼續落去講。其實同大家講句實在說話，你遇到嘅呢啲煩心事，唔係淨係你先會遇到，唔係你命水差，更加唔係你本事唔夠玄學。角度嚟講，大暑一過，天時格局大變，大暑係夏季最後一個節氣，亦都係全年火氣最旺盛、火煞最重嘅時候。乜嘢係火煞？就係天地間彌漫嘅燥熱之氣，佢唔單止令你身體覺得焗熱，仲會搞亂你嘅情緒運程同屋企氣場，令一切變得煩躁、雜亂、阻滯。喺呢個關口，普通人自然容易心力交瘁，有力冇處使，做乜都好似踩喺棉花度發唔出力。不過有件好消息，大家一定要記喺心入面，呢股壓抑燥熱壓到人透唔到氣嘅氣場，好快就會完結。去到8月，天地運程重新洗牌，有3個生肖，不單止可以徹底擺脫上半年啤屈有力難施嘅處境，仲會迎來難得嘅貴人相助，財運亦都會大幅反彈。其中一個生肖下半年嘅財富容量，比起上半年闊幾倍，連佢自己都估唔到究竟係邊3個生肖。千祈唔好劃走，我逐一同大家拆解清楚。不過喺講生肖之前，有2件事，我哋一定要先理清。第一件，呢排火煞之氣到底係點樣拖累大家？你屋企有冇踩中唔吉利嘅佈局？第二件，大暑過後，屋企邊幾個位置一定要整理調整，將局滯嘅氣場理順。呢2件事先處理妥當，先至接得住後續嘅好運。而家我哋將火煞嘅影響拆開，仔細講清楚，大家一邊睇一邊回想下自己屋企嘅情況，甚至可以行入屋四周對峙一番。好多問題唔講唔清楚，一對比即刻就明白。第一樣，火煞暗中損耗精神，令你失眠、精神萎靡。大暑過後呢段時間，大家有冇發覺，就算夜晚氣溫冇咁酷熱，都係瞓唔安穩，一係躺落床好耐都唔瞓得着腦，入面千頭萬緒不停轉，越諗越精神；二係好不容易瞓着，又發好多夢，一幕接一幕，好似連續劇，醒咗之後仲攰過冇瞓頭腦，昏昏沉沉。仲有一啲老友凌晨3、4點準時醒，醒咗之後望住天花板，再都合唔埋眼，就咁乾躺，等到天光。同大家講一件真人真事，我識一位52歲嘅阿姨，以前佢睡眠質素一直好好，但今年大暑前後，佢同我講足足半個月冇一晚可以瞓天光，每晚一躺低，腦入面思緒就停唔到過去，
而家將來嘅瑣事全部搞埋一齊，反覆回想佢去睇醫生，醫生話佢身體冇實質毛病，淨係焦慮，但阿姨自己就話明明冇乜大事值得佢憂心。後來我去佢屋企參觀，見到床頭櫃堆滿雜物，遙控器、水杯、藥樽、老花鏡、手機充電線、睇剩一半嘅雜誌，仲有幾樽保健品，塞到滿滿當當，連台燈都冇地方放我，叫佢將床頭櫃清空，只留一杯溫水同一盞細夜燈。3日之後，阿姨打電話俾我，話當晚係半個月以嚟第一次一覺瞓天光，半夜完全冇醒過，呢個係咩道理？玄學上稱之為火擾心神，火煞之氣直擊心神，令思緒無法平靜，心神無法安定。尤其我哋呢個年紀嘅老友，本身陰氣漸衰，陽氣不足，最怕呢股燥熱之火消耗心神，瞓唔好，第二日自然精神差，精神不濟，做事就容易出錯。出錯之後，心入面更加煩躁，心情越燥，夜晚越難入眠，就咁形成惡性循環，將自己困死入面走唔出。大家可以睇下自己間睡房，特別係床頭位置，床頭櫃係唔係堆滿雜物？遙控器、水杯、藥樽、眼鏡、手機、充電線、睇剩嘅書，有時仲放零食、剪刀、指甲鉗，乜雜七雜八都有。平時睇落冇乜所謂，但火煞當道嘅時節，床頭堆滿雜物，就等同為火煞添柴，助長燥熱之氣。瞓喺雜物包圍嘅床頭，好似瞓喺堆滿乾柴嘅火爐側邊，心神點樣能夠安定？化解方法，今日返屋企之後，將床頭櫃徹底清理，可以掉嘅掉，可以收納嘅收好，可以擺去客廳嘅就搬出去，只留一盞細夜燈同一杯溫水，杯入面最好裝溫水，唔好凍水。溫水能夠養陰，有助壓制體內燥熱。淨係做呢個小動作，大家不妨試下，3日之內睡眠狀態一定會有改善，床頭清爽，腦入面先至唔會雜亂，思緒清晰，心神先至安定，心神安定自然唔會失眠。第二樣，火煞搞亂屋企和氣，容易引發家人爭執，呢一點相信好多老友呢排深有體會。屋企所有人嘅脾氣都比以往暴躁，老伴講嘢衝口而出，你問一句佢頂撞3句，仔女冇耐性，傾電話講唔夠2分鐘就話忙住要收線，連平時聽話嘅孫仔孫女呢排都特別調皮，唔聽話，動不動就喊嘈，心入面滿係委屈，總覺得間屋突然間失去溫暖。好多人諗唔明白屋企嘈交同廚房有咩關係，其實兩者關聯極大。大暑過後，火煞入侵家居，廚房首當其衝。風水角度嚟講，廚房本身就係火氣最重嘅區域，再疊加大暑嘅燥熱之火，就變成火上加火，火氣旺盛，人嘅性情自然急躁，性情急躁講嘢就容易難聽，說話唔得體，屋企就容易嘈交，爭執過後雙方都唔肯退讓，最後所有人都谷住一肚火氣。特別要留意廚房2個關鍵字：爐灶同洗手盆。爐灶5行屬火，洗手盆5行屬水。水火本應相輔相成，但如果爐灶同洗手盆距離太近，甚至緊貼一齊，就唔係互補，反而水火相沖，互不相讓。火煞當道之時，水火相沖最容易引發夫妻口角、家人不和。化解方法2個簡單辦法：第一，喺爐灶同洗手盆中間放一盆綠色植物，綠蘿吊蘭都得，借木氣調和水火衝突。第二，爐灶台面唔好堆積雜物、鑊碗碟，用完及時收納，唔好堆喺台面過夜。廚房乾淨整齊，屋企口舌爭執自然減少。大家堅持1個禮拜，連食飯嘅氣氛都會緩和好多。第三樣，火煞克制財運，導致無端破財，存唔到銀紙。呢一點好多老友都會覺得奇怪，天氣燥熱同銀紙有咩關聯？其實當中關係極大。玄學5行理論，火旺克制金金，代表錢財實物積蓄。大暑火煞最旺盛嘅時段，烈火直接克制金氣，財運自然早滯。本該到手嘅收入遲遲唔到，唔該使嘅開支又無端端湧出嚟。好多老友上半年辛辛苦苦儲落嘅積蓄，呢排不知不覺就使清。一係屋企家電損壞需要維修，冷氣機、熱水爐漏水，水管爆裂；二係自己或者屋企細路身體唔舒服要去診所醫院。
三係仔女臨時需要資金周轉，一筆筆開支累加，睇個總數自己都心驚。仲有一個好容易忽略嘅細節就係隨身物件，好多老友中意用大紅色銀包、手機殼、手袋，覺得紅色喜慶吉利。但大暑火煞當道，紅色五行屬火，長期隨身佩戴紅色物件，等同將自己置於烈火之中。火旺克金銀紙自然守唔住化解方法。踏入8月之後，隨身物件可以換黑色、藍色、白色、金色。黑色、藍色五行屬水，水能熄火，亦能生金。白色、金色本身屬金，可以補足被烈火克制嘅財氣。淨係換個銀包、手機殼唔需要花費幾多銀紙，大家不妨試下。1個月之後再睇自己日常使費，會明顯穩定落嚟。第4樣，火煞擾亂人際，趕走身邊貴人，呢一點最為隱蔽，亦都最為可惜。好多人踩中呢個禁忌都渾然不覺。我識一位55歲嘅老友，上半年有個難得嘅機會，老同學介紹佢參與項目，唔需要投入資金，淨係出力協助，順利完成，年底就有一筆可觀分紅。但喺對方約佢長談細節，當日佢前一晚先同老伴嘈咗一大場，心口谷住火氣，無處發洩，同對方傾偈，全程黑口黑面，態度冷淡。對方同佢傾咗10分鐘就告辭，之後再冇提起呢個項目。事後佢後悔到極點，同我講，我都唔知當日點解心口舊火氣，點樣都壓唔落。好多老友上半年明明有機會有貴人主動上門相助，但偏偏喺最關鍵嘅時刻出錯，一係自己講嘢唔識分寸，一句失言搞僵人際關係；二係情緒失控，成面寫住唔好惹我，將有心幫扶自己嘅人全部嚇走；三係自身狀態太差，機會擺眼前都把握唔住，事後先恍然大悟，後悔莫及。但世上冇後悔藥，呢啲全部都係火煞擾亂心神導致嘅後果。火煞搞亂心神，情緒自然起伏不定，情緒失控，言行舉止就容易失分寸，言行失當，貴人自然會避開你。大家換位思考，邊個貴人願意主動幫扶脾氣暴躁、說話尖酸、滿面愁容嘅人？換轉係你亦都會避開，係咪？化解方法呢樣唔使使錢，唔使費氣力，淨係記住一個字：忍。於是忍耐3秒，說話到嘴邊先停一停，唔好脫口而出。越覺得心口火氣上湧，越要深呼吸，將浮躁之氣沉落心底。你多忍耐一刻，貴人就靠近你一步；你隨便發洩火氣，貴人就退開3步，當中得失大家心中有數。好，上面4樣火煞帶嚟嘅損耗隱患，我已經全部講重咗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屋企中咗其中一樣，甚至好幾樣，唔使慌張，亦都唔好怪責自己。大暑火煞係天時氣場變化，天時影響所有人，唔係淨係你先會遇到落嚟呢一部分。我教大家調整屋企氣場，打破燥熱阻滯嘅困局。第一處，客廳設補水局，平息全屋燥氣。客廳係全屋氣場核心，亦都係屋企人停留最耐嘅區域。火煞當道之時，客廳最容易積聚燥熱濁氣。大家行入客廳，如果覺得焗悶，心入面唔舒暢，坐唔定就代表呢間客廳氣場紊亂。調整方法，喺客廳東南角擺放一杯清水。東南方位係傳統風水財位之一，清水可以滋潤財位，平息全屋燥熱之氣，同時激活財氣。呢杯水唔需要講究名貴器皿，透明玻璃杯就得，一定要乾淨整潔。每日更換一次清水，保持水質清澈。重點留意水嘅狀態，水杯要裝滿，唔好半杯水。水質要潔淨，唔好渾濁。擺好之後，大家再行入客廳，親身感受下，心情同空間氛圍都會舒緩好多。仲有一點要留意，如果客廳入面有枯黃綠植，特別係大盤花草葉片發黃、葉尖乾枯爛根，一定要及時處理。枯黃植物喺風水入面稱為敗運之物，唔單止唔能夠招財，仲會持續散發衰敗濁氣。可以救活嘅就修剪打理，無法救活嘅就果斷掉棄，唔好捨不得。一盆枯死嘅植物擺喺客廳，比起空無一物，仲要阻滯運程百倍。第2處，玄關設吸金局，守住入門財氣。玄關係全屋氣口，係每日外界氣流入屋嘅第一道關口。
亦都係財氣貴氣入屋嘅必經之路。玄關打理妥當就係你屋企嘅聚寶盤，如果雜亂不堪就會變成漏財缺口。一開門第一眼見到嘅物件，直接決定你全日嘅氣場基調。如果玄關堆滿鞋遮、快遞盒、膠袋，每日一開門就見到雜亂堆積，財氣貴氣自然唔願意入屋。財神行到你屋企門口，見到入面雜亂不堪，都會轉身離開。調整步驟第一步，將玄關徹底清理唔常着嘅鞋，全部收入鞋櫃、快遞盒，拆完即刻吊雨遮整齊掛好，地板拖乾淨，門口地墊拍打走灰塵。第二步，喺玄關顯眼位置擺放一盞暖黃色細夜燈，燈具喺風水入面代表光明，玄關有光亮，寓意前路光明，家宅興旺。呢盞燈夜晚開住，日頭熄咗就得，淨係呢個小動作能夠守住嘅財氣遠超大家想象。額外仲要提醒，玄關唔好擺放鏡子正對大門，鏡子風水屬反煞，鏡面正對門口會將入屋嘅財氣貴氣全部反射走。如果玄關需要裝鏡，只能夠擺喺側邊方便整理易用，千祈唔好正對大門。呢個係風水大忌。第三處，睡房設安神局，平復燥熱，安穩睡眠。前面已經講過火煞擾亂心神，睡房係最需要安定氣場嘅區域，但好多人嘅睡房偏偏係全屋氣場最雜亂嘅地方。除咗清空床頭櫃，仲有幾個細節，大家對照自查。床底下係唔係堆滿雜物？好多老友覺得床底空間唔利用太浪費，於是塞滿舊衫、舊被閒置木箱。風水角度嚟講，床底係地氣流通嘅關鍵位置，雜物堵塞床底地氣，無法循環，自身運程亦都會被壓制。瞓喺堆滿雜物嘅床上面，運程點樣能夠向上提升？調整方法，床底盡量唔好擺放任何物件，保持空曠乾淨。如果屋企空間實在有限，只能收納整齊乾淨嘅換季衣物，全部裝收垃圾箱，同時預留空隙俾地氣流通。一啲放成年都唔會觸碰嘅箱袋，唔使打開檢查，直接清理掉。仲有睡房色彩方面，大暑過後，睡房盡量唔好用大紅色床品窗簾，紅色屬火。睡眠區域火氣過重，心神永遠無法安定，可以換成淺藍、淺綠、米白色布料。呢啲顏色五行屬水木，最能夠平復燥熱，安定心神，改善失眠多夢。上面三處布局調整妥當之後，全屋氣場會有明顯好轉。好多老友可能會疑惑，呢啲講到底唔係打掃衛生咩？我同大家講清楚，玄學從來都唔係虛無縹緲嘅理論。玄學嘅核心就係做好日常打理，清理多餘雜物，合理擺放家居物件，乾淨整齊清爽嘅屋企本身就係最好嘅風水。好，前面所有需要調整清理嘅細節，我已經全部同大家講明白。而家進入今日最核心嘅內容，踏入8月苦盡甘來嘅3個生肖。如果你或者你掛住嘅人係當中其中一個，一定要認真睇清楚。第一個生肖屬羊，化解小人貴人登門屬羊嘅老友，尤其係45歲以上嘅，今年上半年過得實在壓抑辛苦。屬羊嘅人天生心軟善良，唔中意同人爭執，所有委屈都自己吞，所有難題都自己硬扛。其他人開口求助，唔好意思拒絕，有人將責任推俾自己，亦都默默承受上半年大家最常遇到嘅處境，就係成日幫人執手。同事做錯事要你補救，屋企人惹出麻煩要你善後朋友借錢唔還，亦都唔好意思開口追討。你好似消防員，邊度有麻煩就去邊度，忙碌大半天，自己嘅計劃一事無成，仲熬壞咗身體。特別係大暑前後呢1個月，大家會無端端招惹小人，明明自己冇做錯任何事，但總有人喺背後講是非。明明係好心幫人，最後所有過錯全部推喺你身上。呢個就係火煞吹動犯小人運程。你唔去招惹其他人，都會有人主動為難你。但由8月開始，局面徹底扭轉。屬羊嘅老友，8月會迎來關鍵轉機，專屬貴人正式出現。呢位貴人可能係你一直忽略嘅身邊人，亦都係突如其來嘅機遇，又或者一件睇落微不足道嘅小事，最終會為你打開全新出路。
家庭運勢之前同屋企人之間嘅心結，8月會慢慢解開，特別係同仔女嘅隔閡。以往好多誤會矛盾，仔女會慢慢體諒你嘅苦心，大家會明顯感受到屋企氣氛變得溫和，傾偈順暢，連食飯都覺得滋味。財運屬羊老友，上半年無端破財情況嚴重，8月開始財運止血，大家會發現各種突發使費大幅減少，銀紙可以儲得落。如果有穩妥嘅理財小額投資計劃，8月可以謹慎嘗試機遇，比起上半年多好多。如果你自己屬羊或者老伴仔女屬羊，不妨喺評論區留低迎貴人3個字，穩穩接住屬於你嘅貴人運。你留言之後，呢份好運就會同你接通。第2個生肖屬牛，財富大開，晚年安穩無憂。屬牛嘅老友係12生肖入面最肯捱踏實肯幹從唔偷懶嘅人。上半年大家捱過嘅辛苦承受嘅委屈，我全部睇喺眼入面。屬牛人最大嘅特質就係責任心太重，對屋企、對工作、對仔女、對老伴樣樣都上心，唯獨從來唔會善待自己。上半年最逼屈嘅地方就係日日醒食儉用，工資到手即刻儲起，唔該使嘅1毫子都唔亂使，但銀紙永遠儲唔住。今日突發維修開支，聽日家人臨時使，費辛辛苦苦儲落嘅積蓄，一件突發事就全部耗盡，心入面不停疑惑，點解我咁勤力都儲唔到銀紙？仲有一件令屬牛老友銀事，就係太過操心。仔女嘅大小事要管，老伴嘅身體要顧，屋企所有瑣碎事務全部掛喺心入面，操心就算付出咗，仲唔被體諒你？千辛萬苦為家人安排妥當，佢哋仲覺得你多管閒事，呢種好心冇好報嘅感受，比起身體勞累更加折磨人心。但踏入8月，大家嘅財富終於能夠鎖緊，屬牛老友8月會有財富星照命，財富就係裝銀紙嘅櫃桶。上半年櫃桶門鎖唔實，銀紙入唔多就流走。8月開始財富鎖緊，該到手嘅收入留住，唔該流失嘅銀紙唔會再無端洗清。正財運勢日常主業收入會明顯好轉，可能係你上半年長久付出，終於被上司合作夥夥並睇到，獲得加薪，又或者前期投入嘅本錢開始陸續收回回報。偏財運勢小額投資副業機遇亦都有起色。但提醒大家一定要記住，見好就收，唔好貪心屬牛人，太過老實實在，見到行情向好就會長期持有，到最後反而會由賺變蝕。8月財運雖旺，但謹記落袋為安，真正落到手嘅銀紙先至屬於自己家庭運勢。8月之後，你長久嘅付出會被老伴仔女睇到體諒，佢哋會明白你以往操持家務辛苦奔波嘅苦心，被家人理解感恩嘅溫暖，比起幾多銀紙都更加令人心安。如果你屋企有屬牛嘅親人，無論老伴定係仔女，喺評論區留低財富穩固4個字，將屬於你嘅財氣鎖定留言之後，財富穩固，財運唔會輕易流失。第3個生肖屬猴，時來運轉，病符消散。屬猴嘅老友係12生肖入面頭腦最靈活、鬼主意多、心思縝密嘅人，但正因為頭腦太過靈敏，上半年嘅辛苦大多藏於心入面。屬猴人最容易犯嘅毛病就係諗得太多，一件小事反覆思量，回顧過去，憂慮當下，擔心將來，諗到最後自己嚇自己。大暑前後呢段時間，大家最容易出現身體不適。明明去診所檢查各項指標全部正常，但成日覺得周身攰，提唔起勁，心慌氣短，容易煩躁失眠。除此之外，屬猴老友上半年人際關係亦都受咗唔少委屈，你頭腦靈敏，一眼就睇穿人哋心入面嘅小算盤，睇穿之後又唔識藏住，忍不住直言講出，偏偏仲揀錯時機開口，最後明明係一片好心，對方卻聽得唔舒服。明明為眾人着想，所有人反而覺得你多嘴。仲有一件令大家煩心嘅事，就係同仔女嘅相處隔閡。仔女大多已經30-40歲，本應懂得體諒父母，但偏偏唔理解你嘅苦心。你越係為佢哋打算，佢哋越覺得你干涉佢哋生活。呢個心結喺你心入面纏繞好耐，一直無法釋懷。但由8月開始，所有阻滯都會慢慢化解。
屬猴嘅老友8月病符星退散之前，種種莫名不適、失眠乏力、心慌煩躁、周身酸軟。8月之後會大幅好轉，身體會明顯感受到壓喺身上嘅沉重感慢慢消散。朝早起身唔會再覺得攰，食飯有胃口，出門願意同人傾偈打招呼，呢啲都係病符退散最直觀嘅體現。心境好轉，隨之而來最大嘅好處就係唔再同自己較勁。屬猴人最大嘅攰唔係外界嘅繁瑣事務，而係腦入面千頭萬緒，雜念不停。8月開始紛亂思緒會慢慢平靜，好多糾結好耐嘅事會突然間諗通釋懷，你會明白好多執着嘅瑣事其實根本唔值得掛喺心入面。財運屬猴老友8月財運以暗財為主。乜嘢係暗財？唔係日常固定工資獎金，而係旁人介紹嘅新機遇被忽略嘅資源，之前鋪墊嘅人脈突然間帶嚟收益。呢啲財運來得低調唔張揚，但累積起身數目可觀。只要保持心態平和，多留意身邊機遇，呢份暗財唔會輕易走掉。身體健康、心境舒暢先係晚年最大嘅福氣。如果你自己或者屋企親人屬猴，喺評論區留低病符退散4個字，接住屬於你嘅平安健康留言之後，就係為自己儲存心安福氣。上面3個生肖已經全部拆解完畢。屬羊、屬牛、屬猴嘅老友，恭喜大家迎來轉機。如果唔喺呢3個生肖入面，又或者你掛住嘅親人唔喺當中，唔好覺得同自己無關。天地天時對所有人都公平，只係每個人轉運嘅方式各有不同。落嚟同大家講3件事，任何人都可以做，做完一定會有改善。第一件，心存善念，出言溫和，積攢自身福報氣場。當你心存善意，自身氣場會打開，充滿吸引力，身邊人自然願意親近幫扶你。呢啲就係貴人運。如果心入面滿係怨氣，自身氣場充滿排斥感，就算貴人行到你面前，亦都難以停留。晚年福報唔係靠儲幾多銀紙，而係積攢幾多人心善意。由今日開始，每日同老伴講一句暖心說話，同仔女講一句肯定鼓勵嘅說話，同鏡入面嘅自己講一句打氣說話，堅持1個月，親身感受屋企自身運勢嘅變化。第二件，飲食祛濕，夏末養陰，身體通順運程先至順暢。大暑過後，天時由酷熱慢慢轉入初秋，呢個季節轉換關口，最容易損耗人體陰氣。我哋呢個年紀體內陰氣本就逐步衰減，再被夏日燥熱消耗，容易出現口乾舌燥、排便不暢、心煩失眠。日常飲食可以多似3樣食材：綠豆、冬瓜、百合，清熱祛濕，安神靜心。堅持食用1個禮拜，身體狀態會明顯舒緩。仲要多飲溫水，千祈唔好長期飲凍飲。凍水會將寒氣鎖喺體內，溫水先能夠將體內濕氣燥熱排出體外，體內通順運程自然順暢無阻。第3件，整理屋企雜物，等同梳理自己雜亂人生。屋企堆滿雜物嘅人，腦入面思緒大多雜亂無章，屋企塵埃堆積，自身運程亦都阻滯難行。每日花10分鐘調棄一件唔再需要嘅物件，舊衫、空盒、過期調味料，乜嘢都得，堅持30日，屋企會少30樣閒置雜物，騰出嘅空間就係新好運停留嘅位置。最後同屏幕前各位老友講幾句掏心說話，我哋都去到呢個年紀，前半生嘅風風雨雨全部經歷過，該嚟嘅辛苦回過，該承擔嘅責任承擔晒，後半生係時候放鬆身心，安享安穩日子。無論你而家正經歷何種難處，心入面有幾多放不下嘅心事，都請大家相信天時不斷流轉，運程亦都會隨之轉變。冇跨唔過嘅難關，只係好運尚未到臨。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分享嘅內容有幫助，不妨將呢份好運轉發俾你最掛住嘅人，讓佢知道你一直有心記掛。呢份真摯心意比起任何物件都更加珍貴。最後我哋喺評論區約定一件事，將你同掛住之人嘅生肖留低，順帶寫一句對8月嘅期許。等到8月來臨，大家再翻嚟睇今日留言，我哋一齊驗證今日講嘅轉運機遇到底能否兌現。我相信到時候大家都會笑着翻嚟話，講得冇錯，
好運真係到咗。祝願睇到呢度每一位老友事事順境，合家和睦，身體健康，晚年安穩無憂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